由荃灣出發，經青嶼幹線去大嶼山，途經青馬大橋同埋汲水門大橋，向北大嶼山快速公路方向行駛。過咗陰澳後，見到屯門、珠海及澳門指示牌，靠左駛上天橋。駛上天橋後，見到珠海及澳門路牌，繼續靠左駛。駛入左邊行車線，見到車輛通關通道路牌，繼續靠左向前駛。見到車輛通關廣場路牌，建議靠右駛。落橋之前，見到私家車路牌，靠右駛往通關廣場。到達通關廣場，選擇香港居民嘅行車線排隊辦理出境手續。每條行車線有3個窗口，當前車駛離第2個窗口去第3個窗口嗰陣，你就可以駛前去第2個辦理出境手續，將車窗打開，
打開車入面嘅燈，將車上所有人嘅身份證交予入境處職員核對，完成後收返所有身份證，駛去第3個窗口，向海關職員申報。今次係冇人自動處理申報，所以只需要等待喺閘放行。之後靠右行駛。進入觀景山隧道。進入港珠澳大橋珠海管轄範圍。進入港珠澳大橋海底隧道。經過青洲航道橋。經過江海航道橋。經過九洲航道橋。落橋後會到達收費廣場。今日我哋去珠海，建議靠右行駛，如果去澳門就靠左。過咗收費廣場，靠右駛去珠海邊檢，分岔路口左邊係去澳門口岸東停車場，跟隨路面指示，向客車方向，靠返左邊行駛。跟隨路牌指示，向入境客車方向，靠左行駛。排隊等候過關，乘客可先行落車去上層過關。司機隨車等候過關。
機完成過關手續後，轉咗去上客區接返乘客。接返乘客後，駛出邊檢。駛出邊檢後，靠右行駛可以去情侶路方向。今次我哋先去富華里，所以直行上天橋。經拱北隧道。進入富華里停車場。離開富華里停車場之前，先係停車場大堂掃碼繳費。離開富華里，去環宇城，大約5分鐘車程。進入環宇城停車場。離開之前，係停車場大堂掃碼，便知道使唔使俾泊車費。揸車去印象城山姆，
建議預留充足時間排隊入停車場。進入印象城停車場。離開印象城停車場，今次唔記得掃碼先至出車，所以係閘口即刻用微信掃碼，輸入車牌同埋付款後出車，之後揸車回香港。多謝收睇今次嘅行程，再見。